整蠱王，影后袁詠儀，男主角林海峰。咩話？你係男主角？吓？唔係咩？整蠱王個男主角係劉青雲喎，你冇嘢係嘛？咁男配角有我份啦啩？郭文輝個名喺你前邊㗎，你點係男配角啊？得，嚟攞個飯盒收工。啊，都好有飯盒食啫，有公開。話時話你個樣都唔曳啊！咁我可唔可以做飛機師啊？你做飛機師，空難喎。四面夏娃，男主角林海峰，影后吳君如。你真係諗住拋個身出嚟做啊？做電影好慘咯，慘過做雞咯。你試過？都試過幾部㗎。咧嗰部《風月照佳人》咧，女主角咪我咯，男主角咪 Richard Gere 咯。你得㗎咯。咁樣啦。你喺度做緊乜嘢啊？諗劇本啊。哇！你個劇本好豐富咯，得時地人三樣嘢咯，笑死人咧！不如唔好諗咁多咯，同我入房排戲咯。哇！有坑喎，草豆坑啊！喂，唔好咁樣啦。好。誤人子弟，男主角林海峰，影帝黃秋生。主任，林 Sir，黃主任。搞緊咩？冇啊，嗰個天文學會搞嚟搞去冇乜成績，我喺度諗緊想搞第啲嘢啫嘛。我想搞第啲嘢啊！你想搞咩？同你研究下我。我想搞電影學會啊。電影學會，我都係勸你搞翻天文學會啊！電影冇得搞嘅。點解啊，黃主任？嗱，你知道電影圈入邊咧有個演員叫黃秋生啊，係嘛？佢攞好多獎噶嘛，佢做過好多好出色嘅角色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多嘅我都唔想講，連佢咁出色㗎都冇得撈啊，何況你係嘛？咁啊係，個黃秋生好似就死就死咁。嗱，所以就估唔到呢樣嘢。你睇佢就死咁，佢又未死喎。你睇佢未死咁個樣，好似死咗咁啊！嗱，我哋投票決定啦，好嘛？我個人就好民主嘅。嗱，贊成搞電影學會嘅咧就講贊成，反對搞電影學會嘅就講反對啦，好嘛？嗱，我就認為咧，反對嘅人就一定多嘅，所以就咁決定啦，散會。嫁個有錢人，林海峰、鄭秀文。我要嫁個有錢人，我要嫁個有錢人，我要嫁個有錢人。阿咪，咦，我有神，好耐冇見啊！你嗌咁大聲做乜嘢啊？你唔係結咗婚㗎啦咩？點解你仲要嫁人啊？你明㗎啦 ，shopping、dining 我中意啊。咁你揾你嗰隻嘢陪你咪得咯。我最中意嘅就係 banking 啊！啊，你中意咗個做銀行㗎？賺多啲你數嘛？佢好靚仔㗎。好正啊！靚仔真係慘，老婆又唔要佢，仲要俾崔健老師鬧。你要講咩？哦冇，問下你嚟緊除咗啦 shopping 同埋 dining 之外，有啲咩搞啫我嘛冇，我聲型啦，acting 咁啦。 ？acting。acting，你想 acting？你翻屋企 sleeping 啊！那一天我們會飛，其中一個男主角林海峰，影后楊千嬅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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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鼓起這勇氣，跨出這距離，差一點我們會飛。夢想，我覺得係當你就嚟要停止呼吸之前，仍然覺得需要做嘅嘢。你嘅夢想係咩啊？我嘅夢想係寫一個劇本，連馬田史高西斯都會攞嚟改編，然之後上奧斯卡嘅頒獎台用廣東話講多謝香港。你呢？我嘅夢想咧就去康城行紅地氈，然後攞埋個影后。邊出戲啊？春嬌救志明。跟住你就進軍荷里活，拍埋春嬌與 Iron Man。然後拍埋春嬌打 Star Wars。
其實香港仲係唔係一個俾人發夢嘅地方呢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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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香港地拍戲，差啲冚晒旗。港產片有誰買飛？星爺，你幾時翻嚟香港拍戲啊？轉後車，黎小關，你哋喺邊度啊？我愛屎尿屁。巴黎鐵塔反轉再反轉。你阿媽大減價，益你阿爸。